姊妹大家平安，今仔日是2025年12月初3，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124篇，以赛亚书54章第1节到第10节，马太福音24章23节到35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主的话。上帝透过先知传讲预言咱知上帝透过先知所讲的话，毋是先知家己的话，乃是上帝的话。所以伫约翰福音一开始就甲咱讲，道正入心，道甲上帝同在，佮讲道就是上帝。希腊文的道 logos 就是咧指上帝的话。上帝的话临到伫世间，所以咱看到先知以赛亚书54章第1节到第10节咧讲到，耶路撒冷，你这个未怀孕、无生囝的妇人人就唱歌；这个毋捌经验着催尽艰苦的妇人人就出大声唱欢喜的歌。因为受气杀的妇人人会有真济的囝儿，比有丈夫的更较济。上帝安尼宣布，就确定你大的布片的地，就甲你的布片的布口互开，毋通限制，说就甲伊牵到真棒，起来拢顶好调，因为你的四面扩张。领土，你的后代会得到列国的土地，荒废的城镇会有真济人住，毋免惊，你袂阁再见笑，你毋免忍受侮辱，就袂记得你少年时的见笑，毋通阁记牢你做官夫的侮辱，因为创造你的是你的丈夫，伊的称呼是上主，万军的统帅，以色列神圣的上帝是你的救赎主，伊受称呼做全地的上帝。以色列你以前是少年的妇人人，互上主你的丈夫气杀，心忧伤，毋久伊叫你倒转去伊遐，讲。虽然我有暂时气杀你，我要用深深的疼接你回来。我捌对你发极大的受气，离开你一时也久。那我要用不变的疼来怜悯你。上主你的救赎主安尼宣布，这对我来讲，若亲像那一日，我立誓袂搁互大水淹没大地。我要立誓，袂阁对你受气，袂阁责备你。大山会当散开，小山会当迁移。毋过我不变的疼，永远袂离开你。我会永远遵守和平的约，怜悯你的上主安尼宣布。结果，先知安尼讲，听你的上帝安尼宣布耶稣基督搁再一届提到着末后再临的日子，将有真济人会传讲家己的话，讲这个基督伫遮啦吼，基督伫遐啦，这拢是假先知的话。甚至世间人拢真烦恼末日来临的时阵，一切拢会消失。但是耶稣基督讲，天地将来要过去，但是伊的话却久长存在，永远袂消失。马太福音24章13节到35节安尼讲，迄时有人会甲恁讲，恁看基督伫遮，也就是讲伊伫遐，毋通相信，因为有一寡假基督甲假先知会出现，惊大新约甲技术来迷惑人，那会当连选民都拢会甲因迷惑。我已经先甲恁讲啦，所以若有人甲恁讲，恁看基督伫旷野毋通出去，还是讲恁看伊伫房间内，嘛毋通相信。死若对东边，死甲西边，人子来临嘛会亲像安尼，尸体伫倒位这鹰鸟就拢会伫迄个所在。
这个灾难的日子一个过去，日会变做黑暗，月会未发光，星会对天顶落落来，天顶的光体拢未摇绝。迄时，人子的兆头会伫天顶出现，地上万族万民拢会低头。伊会看见人子充满权能甲大阳光坐伫天顶的云来临。伊会吹伊的天使分响亮的喇叭，对天的这边到伫天的迄边，对四方聚集伊的选民，着对无花果树来学习基本演发晓的时阵，恁就知热天是要到啊。亲像安尼，恁看到即个世代的代志，就知人子已经接近到伫门口。我实在甲恁讲，即个世代也未过去，这一切拢会发生。天甲地会消失，毋过我的话绝对袂消失。诗篇124篇，以色列就讲：若毋是上主为着咱，若毋是上主为着咱，人起来攻击咱，对咱发生气的时，早就甲咱活活吞落去；大水早就甲咱冲走，大涌早就甲咱淹没，阳光的水早就甲咱淹死啊！咱着称赞上主，因为伊无将咱交互对敌拆只落巴。咱的性命亲像鸟脱离掠鸟的人会落网，落网破离，咱着逃脱。咱得到帮助是靠上主的名，伊是天地的创造主。主啊，由你享受你的话语，感谢你创造这个世界，嘛享受阮活命。求主帮助阮会当遵守上帝的诫命，你的话语，因为迄是阮得救得生命唯一的道路。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